天命最高。生命最高。誰望誰，中東被搞到粒粒亂，宿命，誰能改變劇情？誰和誰，亂局背後當然被人定，全為個證，石油別高興，別以為你最勁，大炮火箭轟炸邊處引你嚟定，下一個唔聽命就要遭殃，但別要把生命當草。誰贏誰，不需一兵半卒被任命。科技無人機太神奇，誰為誰，為求利益就候命，殘暴過一夜情，眼傾傾，別高興。別以為要侵侵，大國小國都俾你侵佔做殖民地。下一屆為繼續要總統，為經史仲要寫本自傳，揾命去賭，慘不忍睹。別谷氣，誰最強最優先？萬世千世總會有公理繼續存在。下一屆別理誰叫總統，別再打，生命最高。師父，我攻打六國都係為咗自衛啫。盤兒啊，聽師父講，唔好再殺人啦，生命最高。